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照路站对神的旷野进前行，以理决定责赢。百姓无水通啉，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互阮有水通啉。摩西甲因讲：恁啥事甲我计较？啥事试耶和华？百姓伫遐真喙焦，爱啉水，就哀怨摩西，讲：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互阮甲阮的囝儿、阮的前生，拢喙焦死啊！摩西就求救耶和华讲：我对即个百姓要怎样做啊？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耶和华甲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把以色列的长老几若人甲你去，你的手就举前日拍好水的锅啊！看啊，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火热的石盘顶。你拍迄个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搁叫做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计较，搁因为因试耶和华，讲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请牧师讲道，题目是：你为虾米试探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有一个人，伊伫退休了后，伊决定要搬去一个真清幽的社区住。为着要保持伊身躯的健康，伊就每工要起来晨跑。当伊在走的时，伊发觉伊的社区内面有一户的家庭，迄厝看起来敢若无啥在整理，囡仔穿插一看就环境无啥偌好，所以伊就决定每工晨跑的时，先走去迄个人的厝，然后将100块的美金放伫因的信箱。迄个伙仔起床收批的时，看见信箱内面竟然有100块，感觉非常奇怪。就安尼收几工以后，因就发现原来是这位晨跑的先生暗中在帮衬因。哇！因非常感谢上帝，享受这个意外的稳定。所以，这个晨跑的先生连续安尼做1个月。1个月了后，伊晨跑的时，伊发觉伫社区内面有另外一户看起来更较需要帮衬，所以伊就将原本的100块放入去迄个新的迄户的信箱。几工过去，迄个原本受伊帮衬的人，因为无收到钱。一清早就起床去拄迄位晨跑的先生，气噗噗甲伊问讲：你为虾米无搁互我100块啊？安尼故事，互咱看见人性。伫领受恩典了后，较毋知影感恩，搁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且当恩典无搁有的时，就开始埋怨。咱若从眼光来转换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的以色列人嘛是安尼。咱顶礼拜甲读过16章，看见因拄啊经历上帝互鹌鹑飞来，互因食。上帝每一工降落玛纳做因的粮食的恩典。但是过无偌久，无水，因阁开始埋怨啊。这嘛毋是因头一摆的埋怨。会当讲因离开埃及2-3个月的时间。就几啊摆的埋怨，但是咱看见上帝一再宽容。当因徛伫红海头前，拄着后面追来埃及兵，因就开始埋怨讲：啊，阮宁可死伫埃及。但是上帝将红海分开，互以色列人会当安全行过。而伫旷野无水，因嘛埋怨，上帝就指示摩西一丛树，互迄丛树来改变水的水质。互以色列人会当啉到饱。伫出埃及了第2个月，带出来的无甲饼已经无啊，因阁开始埋怨：阮宁可食埃及的肉，伫遐食肉食饼，较好死伫旷野。然后上帝就供应因鹌鹑甲玛纳。今仔日的经文讲，因阁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无水啊。
毋过因袂记得上帝随时的供应，佮开始伫遐埋怨摩西：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互阮甲阮的囝儿、阮的精生拢总喙打死啊！咱看见同款的模式不断地循环。但是这段经文，较伫民数记20章有另外一种角度的记载。咱若对民数记20章就知影讲，这毋是遐尔啊单纯两三句话的埋怨啊尔。伫民数记20章，因讲：前阮的兄弟死伫上主的面前，阮毋值得即时煞死。恁啥事带上帝的会众到即个旷野，互阮甲阮的精生死伫遮啊？恁啥事互阮出埃及，带阮到即个歹所在啊？无所在通野种，也无无花果，无葡萄，无石榴，阁无水通啉。咱看见人的心真可怕，因袂记得上帝逐工降落来的吗哪，伊拄着即个欠缺时，阁一改将所有的责任撒互摩西、亚伦，撒互上帝。但是咱伫民数记20章即个所在，共一段经文看到一件事件，直接讲：前阮的兄弟死伫上主的面前，阮毋值得迄时煞死。这是一个无偌久之前才发生犯罪的事件，但是是以色列人犯罪。毋过即时因较将上帝讲甲敢若是一个暴君将因抬死安尼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民数记16章，有一个人叫可拉，这个人甲亚伦、甲摩西因是共支派，因拢是属伫哥哈支派。这个16章就是记载这个可拉伊叛乱的这个记载。这个可拉伊甲摩西、亚伦是共辈，并且这个可拉比摩西、亚伦搁较年长。但是伊竟然无互选做祭司，甚至摩西这个责备小弟嘛无重用伊，所以内心伊过袂去，就煽动几个人甲伊做伙伫遐叛乱。其实咱拢知影，摩西、亚伦的权柄，毋是对血统来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所以伊安尼叛乱，就表示伊嘛伫藐视上帝的权柄。最后，即群人毋肯悔改，所以地面就立一个大坑，将这叛乱的人拢总吞入去，并且伫迄天有250个人互火来烧灭。所以咱看见以色列人伫拄着无水通啉，但是因会当用理性来沟通的安尼代志顶面，因竟然是甲上帝献旧孝。但是这件事毋是上帝毋对，是因的罪引起的呢。毋过咱看见上帝拢无发脾气，伊甲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万人甲你去，你的手着举前日拍河水的拐仔，看啊，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好热的石盘顶，你拍迄个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上帝讲：我会搁一摆供应百姓的需要。上帝听见因的埋怨，上帝嘛看见因忘恩背义，但是上帝搁较大的怜悯发动，因为上帝看见即群人拄啊甲面对可拉因一党的人，互地吞入去的迄种惊吓，并且伫民数记20章嘛记载。米利安、摩西阿姐、女性的一个领导者，嘛拄啊过身，所以伫人的心动乱不安、忧伤失落的时，上帝无甲因计较，上帝怜悯因，无去记着因的罪，反倒赏赐因水的恩典。所以咱看见咱的上帝就是遐尔慈爱的上帝，亲像咱嘛甲即群以色列人同款，咱不断地背逆，但是上帝嘛一再赦免，一再帮咱。毋过提醒咱，
咱袂当滥用上帝的怜悯，咱袂当因为安尼就继续停留伫不断犯罪、不断埋怨的循环。因为埋怨就亲像一粒毒瘤，伊毋但影响咱甲上帝迄个健康的关系，并且伊的毒素嘛会规个团体内面不断地拓开。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第2节，伫遐有讲百姓甲摩西计较。新的台语译本汉罗版是讲吵，即百姓甲摩西吵。但是这个用法拢较弱，这个争闹，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控诉。以色列人是伫控诉摩西谋杀。摩西啊，你伫谋杀阮，甲阮的囝儿，甲阮的前生，带阮到旷野，互阮的喙焦，阮喙焦到得要死。但是摩西听着安尼，摩西嘛知影这百姓毋若是伫针对伊。因嘛伫控诉上帝，所以摩西讲：啥事气上帝啊！兄弟姊妹，其实咱真侪时嘛是安尼。表面上，咱敢若是伫想起一个出现伫咱身躯边的遮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咱是因为家己的遭遇伫遐来气上帝。摩西伫遮用试探这2个字，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字。咱以前有讲过，试探甲试炼的无共。试探是对魔鬼来的，是歹意的；但是试炼是上帝互咱的学习。咱若毋知影其中是安怎分别，咱会当看新约，新约非常的清楚，亲像魔鬼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试探耶稣，咱拢知影这是歹意的试探。另外，圣经嘛有几啊个所在，你用这段今仔日百姓无水通啉的这段经文、这段经历来提醒咱，亲像伫诗篇有记载讲，伫申命记有记载讲，恁毋通试上帝，恁的试上主，恁的上帝，亲像恁伫玛撒试伊一样。诗篇95篇嘛有讲，恁就毋通硬恁的心，亲像伫米利巴。亲像当日伫旷野的玛撒，迄时恁的祖公试我、验我，佮看见我的所做。所以对这经文，咱会当看见，试探是无好的，因为试探是魔鬼用来互咱的心离开上帝。但是试炼无共款，试炼会帮咱，会训练咱，互咱哪合伫上帝的意思。看起来，今仔日这段无水通啉、百姓伫遐埋怨的安尼经文，甲前几段的经文、埋怨的经文，敢若无啥物差别。但是咱来看民数记20章，就会当知影这件事的严重性。因为伫这件事了后，上帝对摩西、对亚伦讲：因为恁毋信我，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我做神。所以，恁袂得通带遮个会众入我所互因的地。哇，非常非常的严重呢！百姓，这以色列人，摩西甲亚伦，这旧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因无法度进入上帝应允的地。但是，咱无法度伫今仔日出埃及16章的所在。看出讲亚伦甲摩西到底做甚物款的代志，互上帝判因无法度进入即个应允的地。所以咱爱来做一寡经文的比较。伫民数记20章第7节到11节是讲，咱爱注意看哦。伫遮是讲，上主吩咐摩西讲：你着举拐啊，你甲你的兄亚伦召集会众，伫因的目睭前。恁命令石盘出水，你为着百姓，互伊对石盘出，互会众甲伊的前生啉。摩西他命令伫上主面前举拐啊，摩西亚伦召集会众到石盘前。摩西对因讲：恁遮背逆的人着听啊，阮着互水对即个石盘流出来，互恁啉吗？摩西举出手，用石
用拐仔拍石盘2摆，就有侪水流出，会将甲因的精神拢啉。兄弟姊妹，咱敢有比较即段民数记20章，甲他拄啊出埃及16章有啥物款会无共款无？我有伫遮来列出来。伫出埃及记是讲上帝按摩西用迄个拐仔去拍石盘，但是伫民数记是记载讲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即个石盘出水。所以两个经文，两段经文是无共款的，同一个事件，但是有无共款的描述。这是因为摩西五经是几啊种无共款的版本组合起来，这个作者有无共款的用意，无共款的强调，所以咱袂当讲，哎呀，因为上帝吩咐摩西用讲的就好，但是摩西用拐仔拍石盘，所以伊袂当入去迦南地。因为咱看出埃及16、17章的记载，上帝确实爱摩西用拐仔去拍即个石盘来出水。嘛有人会讲，哎呀，上帝爱摩西拍1摆，但是摩西拍2摆，所以袂当入去迦南地。但是这两段经文拢无讲上帝指示摩西爱拍几摆，所以咱袂当靠一段经文来解释为虾米摩西甲亚伦无法度进入去迦南地。但是咱会当试用其他相关的经文来找更较好的解释。伫诗篇106篇第20到33节有讲。因伫米利巴的水，阁互上主生气，甚至摩西为着因的缘故也受亏损，是因为因忤逆伊的神，递到摩西讲出造成的话。因忤逆摩西的神，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因激动摩西的心，意思就是这百姓对摩西的埋怨，对上帝毋信。互摩西气到无经过头壳的思考，喙就讲出无应该讲的话。摩西他拄仔伫民数记有记载，伊讲啥物话咧？阮着互水对即个石盘出来，互啉吗？我们要叫这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吗？摩西伫执行上帝吩咐伊的任务的时，气到袂记咧将阳光归互上帝，较将家己藏伫迄个官位的内面。但是叫石盘出水的是上帝呢，毋是伊呢。所以这嘛真做咱的提醒。有时阵别人犯罪，但是咱家己气到记载袂牢，嘛会讲出狂妄的话。反击转去，亲像有人若讲你歹话，哦，咱气干呢，我嘛一定爱讲佫较歹听的话来回击转去。咱拢想讲这是自我防卫，但是较无想到讲，咱家己嘛已经在犯罪。毋过看到这，咱一定会为着摩西亚伦打抱不平。上帝啊，你真奇怪！这以色列人一再犯罪，你一再赦免，但是你竟然无法度原谅摩西伫气头的时，伊讲出安尼无理性的话。但是安尼解释嘛无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嘛有学者认为，迄当时嘛有可能发生另外的代志，但是因为犹太人尊敬摩西，所以无甲这个代志写出来。但是我想，无论是安怎，透过这两段今仔日出埃及记17章，甲民数记20章的经文，咱会当看见人会软弱，连摩西呢，伊嘛会失败呢。有可能迄当时，伊才拄仔失去伊的阿姐米利暗，伊嘛爱受这以色列人一再熬念。只会想起失败、挫折的情绪，一个啊拢总起来，直到伊做出无影响上帝的代志出来。
所以咱咧，连摩西嘛会失败，安尼咱咧，好佳在咱有上帝话提醒咱，上帝按咱仰望伊。伫诗篇42篇11节有讲：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搁要学落伊，伊是我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当咱仰望，就亲像行船的人，因行伫一片看无迄个界限的海洋，但是有卫星导航带因，互因知影因的坐标，因就会当行往迄个确定的方向。咱的卫星导航就是上帝。当咱仰望伊、倚靠伊，就会亲像以赛亚书30章15节所讲：恁的得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转来上帝面前，毋那是咱无过是缀着迄个生气，一直直行。转来上帝面前，咱就会得到平静甲倚靠。面对以色列人的控诉，摩西甲亚伦伫即项事顶面犯罪，但是上帝较袂因为人的犯罪来犯罪。毋过伫即段经文，上帝回应因的是甚物？是一场的审判。伫第5节，上帝对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若人甲你去，你的手着举前日拍河水的拐仔。伫旧约若出现长老，就是表示有相告、有审判，甲需要做证据的安尼场合出现啊。另外，咱嘛知影拐仔，摩西拐仔毋是一支普通的拐仔，拐仔表示政权，只有统治权的人才当有即个拐仔。所以，咱进前咱看见伫埃及的时，摩西用拐来处罚降灾予埃及人，实际上行这个代志的是上帝，有统治权的是上帝。所以，即支拐仔伊代表是上帝的权柄。当上帝互摩西人来伸出即个拐仔，咱看见伫埃及的灾难，是迄当时的法老，是迄当时有学问的人、行邪术的人，拢无法度停止的这个灾难。所以，手举拐仔，带长老去，表示一场的审判要开始啊。但是是谁应该受审判咧？毋是摩西，毋是亚伦，应该受审判的是这个百姓。毋过，上帝爱摩西举拐仔拍的，毋是迄群悖逆的以色列人，是一块石盘。然后咱看见石盘破裂，流出水，互以色列人啉到饱足。即个石盘真做互定罪的迄个。亲爱兄弟姊妹，石盘受拍出水，互以色列人啉。这毋那是一个神业，这是一个预表。伫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第4节，保罗有讲：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咱的列祖拢伫魂的，也拢对海中经过，也拢伫魂中、海中受洗礼归伫摩西，也拢食共一个灵的食，也拢啉共一个灵的啉，因为因所啉的是对因灵的石盘出，迄个石盘就是基督。保罗讲甲非常非常的清楚。古早时以色列人因啉的是迄个石盘出的水，上帝吩咐石盘出的水。但是咱现在啉的是啥？对咱来讲，即个石盘就是主耶稣。有罪应该伫即场审判中间死的，应该是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因毋信，因一再悖逆。但是石盘替因来受到安尼的处罚。咱嘛共款，耶稣无罪，就亲像迄块无辜的石盘。毋过耶稣徛伫被告的位置，为着咱来死。钉仔将伊的身躯离开，就亲像迄块石盘，互拍甲离开。耶稣的身躯流出宝血，
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就亲像石盘流出水，互百姓打扫的嘴得到润泽。这搁一届证明，旧约内面早就预言耶稣的救赎，并且这个救赎甲每一个人拢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咱会当明白耶稣是为着咱来死，伊满身躯是血，但是因为伊流出的宝血，互咱得到赦免。咱若会当真正明白这项代志，咱就有气力去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旷野甲沙漠。如果你看见无罪耶稣愿意代替有罪的咱在受死，咱嘛袂因为世界邪恶、无公平伫遐心怀不平，因为耶稣连咱拢愿意拯救啊！所以相信上帝会将一切代志安排妥当。兄弟姊妹，咱拢有一位徛伫被告位置的神，愿意将伊家己送互你，但是你敢愿意伸手来接咧？当咱将咱的性命根基起造伫耶稣基督这个石盘顶，咱就会当健康成长。健康成长嘛会当帮助咱伫面对苦难的时，咱的时刻记牢上帝引带。咱若会当稳定健康成长，面对苦难，咱嘛会知影上帝要透过这来训练咱，并且伫训练的过程中间，伊会赏赐咱够硬的气力来面对一切的软弱。所以停止咱的埋怨吧。咱毋通亲像今仔日讲道一开始迄个故事，迄个已经领受寄出来恩典的人，伊毋知影感谢，较互伊恩典的迄位来埋怨。上帝互咱的恩典早就济甲满出来啊，但是咱习惯啊，咱无知觉啊，咱认为恩典就是应该互我的，但是恩典毋是安尼。恩典毋是咱做了偌好，上帝才互我。救赎的恩典是咱无做任何的代志，上帝就白白赏赐互咱。咱会当得到原本毋是咱应该得到的，敢无值得咱来感谢吗？但是这物件只有伫咱停留，只有伫咱停止咱的埋怨，只有伫咱开喙懊恼。只有伫咱用感谢的心来过生活的时，咱才会当发现上帝一路的带领。这个带领会互咱对大数无旷野进入到丰盛、有活水长流的应允的地。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恳求你，互阮仰望你，互阮看见你一路的引带，互阮停止埋怨。只有安尼，阮才会当看见你一路的引带。主，恳求你，互阮会当记牢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死安尼的恩典，帮助阮，互阮相信安尼的恩典已经临到阮这不配人，所以阮毋通埋怨，阮着倚靠你来过阮头前的生活。阮也相信，伫阮面对困难、阮无气力的时，你也会赏赐够硬的气力，互阮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